国民党到底要派谁出来选新的县长？伊即摆咧初选啊，内底敲未焦，包括即现任的副县长啊，陈建贤啊，以及较早退党，而且佫转来立委徐心莹，两个人拢想要做，但是咧，来看到郑丽文就已经讲啊，伊伫中常会就讲用7-3制的方式来决定人选，7成的民调，3成的党员投票，这就是所谓的7-3制。不过徐心莹啊，对于即个郑丽文这个决定啊，真不满，伊讲安尼无公平啊。不过，陈建贤呢，倒边来讲，伊讲啊，既然咱是党内的，按照党内的规矩来选人选，这有何不可呢？公平的游戏规则才是奠定未来党团结的最重要的基础。强调党内县市长初选的规则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点名各选区状况，也宣布新的县长初选将要进入后一个阶段。明文规定的。这个不是谁想要怎样，谁不要怎样。民意调查70%，党员投票30%。立委徐心莹甲新竹县副县长陈建贤协调无成，新竹县将会采用7-3制方式来竞争，列入7成的民调甲3成的党员投票。是讲徐心莹一直发委屈，讲这场初选有真侪争议甲无公平，唔采用大众普遍认同的全民调。更加这个关东部主委求原检裁判，甚至点名陈建贤。高大出和新竹市长高虹安做伙翕的相片，强调以全民调胜出，一定是全民调。这个全台湾上理所当然的调查方式，竟然成做新竹县民上委屈、上噩梦的一件代志。只要陈主委支持全民调，最科学，而且能够以最广大的民意的方式。我们来一场公平公正的初选。我想，身为党员的我，一切依照党的制度来做，还是同党同志应该是团结合作，争取最大的胜利。民进党是台北市长郑调峰的支持度上悬，听讲总统赖清德也伫背后收听。如今那样整合出现变数，卡苏郑调峰真正出来选，敢有法度互新竹县哪天变绿地，必受关注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